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伫日本的最后一天，阮来住这间伫关西机场附近的新野乌毛饭店。阮即摆来日本，基本上拢是住朋友家，毋过因为朋友家有较远淡薄啊，阮惊假日坐飞轮机会袂赴，所以决定前一天先到机场附近来住。这 check in 是自助式的，扫一个手机来订单的 QR code， 填一个资料，手续就完成啊。阮订的是4个人的房间，一暗差不多是7000台票加早顿，为这行路到凌空城outlet咧，差不多10分钟，真正足近的。房间有2顶眠床，阁有一个榻榻米的空间。阮因为有4个人，所以有2个人爱为厨仔内底摕胡桶出来铺。浴间仔内底嘛有浴池，除了杀蚊膏、洗头水、护发膏以外，其他的物件亲像起膏、起面，爱伫柜台客哦。这地毯的部分是袂当穿鞋仔入去的哦。伊这水道头的水是袂当直接啉的，所以逐站拢有放饮水机，会当家己去底水。这张是饭店提供的地图，饭店内有真侪设施哦。大浴场内嘛有真侪无同的浴池，我上介意的就是伊的碳酸浴池甲电气浴池。碳酸浴池泡起来，敢若亲像泡伫咧酷辣内底，有迄种啵啵啵的感觉。电气浴池泡起来真爽快，哪泡哪电，泡了感觉规身躯的经络拢通啊。另外，伊遮阁有免费的机场巴士接送服务，毋过有人数的限制，所以是先约先赢哦。这间饭店下骹就直接有一间Lawson，非常的方便哦。来食早顿，这早顿是自助餐式的，种类无算多，毋过嘛袂少哦，有日式嘛有洋式的。这早顿的特色就是这区，才有专门的人来帮你现做 pancake， 拢总有4种，有甜的，嘛有咸的。这饭食了爱家己捧去放哦。最后泡一杯烧茶，返去房间哪啉哪款行李，准备要去机场啊。
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间饭店就伫车站边啊，这是车站，出站以后直直行。我正手边就到啊，是毋是足近呢？啊，车头的另外一边就是凌空社奥莱啊哦。这退房嘛，真简单，只要伫房间内扫 QR code 就会当办退房啊。刷落来到大厅，甲房间卡放入去这个 key drop 就会使离开啊。到机场入关了后，才有足侪人伫遮在买免税商品。我建议大家会当卖伫遮买，因为遮人伤济，而且完全伫机器顶悬操作，无法度看到商品，嘛无法度看到物件什么时阵会过期。所以大家会当行较后壁咧，遮阁有一区，而且人无遐济，阁会当看到商品本人哦，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是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